2020东京奥运摕下倒球混双铜牌的郑怡静，13日中昼来到台南市议会拜访，受到议会上上下下英雄式欢迎。议长郭信良特别致敬纪念品，肯定郑怡静在奥运努力替台湾和台南争取公赢。我们这次奥运呢，能够有这么辉煌的成绩呢，纯属是个人的努力，所以称为我们台湾之光。这个是实至名归。那我们呢也期望台南的桌球运动的发展，也能够呼吁台南市政府一定要加以培训优良的传统、优良的选手，让这个呢发光发亮，在台南定下了这么优良的传统的项目呢，不要落入其他县市呢。比他们都还不如。那我们台南市议会绝对会全力支持各项运动的发展。郑怡静表示，一路的练习骑上奥运的舞台，这次摕到铜牌虽然欢喜，不过伊也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好的表现。拿下这面铜牌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也希望，就是这次我得到了很多关注，然后也希望我能够用我一点点就是小小的影响力来提升台南桌球运动的风气，然后能够继续努力，然后回馈台南乡亲。郑怡静讲起进前伫外地训练，有真久无回来到台南，所以这次回来特别思念的就是台南的牛肉汤。台南是在我从小孕育我长大，然后栽培我到现在。其实我非常想念台南的牛肉汤，因为常常长期在中心集训，然后出国比赛，很少有机会可以回到台南，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想念台南的牛肉汤。倒球国手郑怡静来到议会拜访，就连议长甲议员拢变成球迷，摆好队伍等着郑怡静签名做纪念。而郑怡静嘛特别展示奥运的铜牌，甲大家分享奥运奖牌欢喜，气氛是相当的热烈。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